足侪人拢开伊的嘴来唱这首歌。我感觉这首歌是足好、足感动的歌，因为咱知影主你是万民的主宰，敢毋过咱这姊妹世，伊永远掌管咱的一生。有人拄出世，有人阁是婴仔，有人是青少年，有人已经到老年。敢毋过，不管是啥，都是上帝所疼痛。都是上帝所管理，所以咱甲咱一生，咱甲咱一世人，拢交代伫上帝的面前，咱就免惊啥物，对啊，因为知影，阮所倚靠的是永远拢袂变的上帝。咱若咱的性命拢交予上帝，咱就有平安喜乐，因为咱知影主要掌管咱的一生。咱搁来唱一遍，甲咱的性命。真真正正，搁一遍，交予上帝，互伊来掌管咱的一生。逐日我出我入，伊拢要互我平安。主啊，这是阮所相信，阮所确信。主啊，我感谢你。
阮学落你，我爱甲今仔日所有的学落，拢献伫你的面前，愿你带领引带，阮咧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